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2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篇文章啊。最近网上流传一篇文章我看转发的比较多，是冯天玉的，叫为情志大唱赞歌是莫大的错误。这个冯天玉他已经去世了是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1986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这是冯天玉教授的一个简介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冯天玉教授参与这个构建现代学术意义文化学以及中国文化史学，致力于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国文化互动等论题探讨。他的著作也比较多，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出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等等这是口罩期间大概是2020年，这个电视剧叫《大情妇》上映，当然我没看很遗憾，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个电视剧。据说引发民众对于情志如古代中国封建制度的热议。2021年元旦，这个冯天玉教授就在这个武昌的叫珞珈山写了这篇文章，叫为情志大唱赞歌是莫大的错误。本意是呼吁叫劝君少颂秦始皇，这个咱们也记得相对应的是叫劝君少骂秦始皇，粉坑事业要商量。这个冯天玉教授的他直接就是叫劝君少颂秦始皇，直接是反过来的说现在的电视剧把秦始皇抬到德越三皇功过武帝的位置是莫大的错误。这个冯天玉他的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大概10年前，他说笔者草卷凭时下清宫戏历史观解析雍正王朝，这个雍正王朝我可看过这个是20多年前等一批颂扬清代帝王电视剧的史观偏师，把暴君美视为爱民仁政，将斩尽同类，厉行文字狱，剿灭公论的阴谋家胤禛褒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那个四阿哥也就是那个雍正皇帝，扭曲历史真实，唯此为甚。我记得这个雍正王朝还是什么康熙王朝吧，那个三部曲不就是那个河南的那个作家叫二月河吗？他写的这个冯天玉教授说他说此类史剧显然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哈姆雷特》《李尔王》《战争如和平》等中外文学杰作社会批判的传统上大开倒车，沦为宣扬专制君主独裁的御用品，对今人心智毒害匪浅。说到《红楼梦》咱们熟对吧？咱们最近连续讲了4个月的《红楼梦》已经快讲到80回了。这个冯天玉教授他认为这个优秀的文学作品他应该是秉持一个社会批判，而不是唱赞歌，更不能为这个专制君主的独裁沦为这个工具。也就是说，冯天玉教授在10几年前，对吧？这个雍正王朝那个三部曲的时候，他就已经写文章批判了，说值得注目的是，此后10余年间，同类影视剧一发不可收，对专制帝王颂声分贝寓意高昂，可谓震耳欲聋。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对吧？这个冯教授他可能没有提出来，当时的背景就好像我模模糊糊记得也就是这些编剧这些导演这些投资人，他们选来选去发现只有清宫戏是安全的，你其他的戏你不能拍对吧？拍了过不了审，好像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这个疫情期间呢，当然恐怕到现在也是就是说你拍的题材最后选来选去只有辫子戏就是四阿哥很忙。我记得有一阵子网上不都是调侃就是四阿哥很忙嘛，对吧？你打开电视四阿哥出现在第4频道中央1台，然后中央8台、中央6台，反正四阿哥很忙，你打开都是四阿哥出现这么一个现象，那这也不能拍，那也不能拍，那他只能拍四阿哥就是胤禛嘛。完了之后除了夸你把他拍成一个反派，恐怕又过不了审了。这个冯教授说他说如电影《英雄》，这个张艺谋导演这个《英雄》我也看过启用一流演职人员，将杀人于麻的毒夫民贼秦王盛赞为绝世英雄，连准备前往刺杀的侠士也为其感化，拜服阶下，彻底颠覆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大侠形象，此乃史界文界的一大奇葩也。我记得当时《英雄》上映之后他那个时候不是
是像现在的这个移动互联网，不是这种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平台这个时代，那个是互联网啊。这个英雄一上映之后啊，也是在网上被批得很厉害，大家觉得张艺谋就是完全在篡改。我觉得主演是李连杰嘛，我有印象，李连杰现在好像也是在经历这个生死大考，就是为了宣扬这个一统天下的这个叫什么先进性是吧？那个侠客，那个就是刺客都被秦王所折服，也就是赞同他这种一统天下的这种理念。冯教授说啊，他说令人压抑的是，继英雄之后，一批送秦的长卷电视剧接踵而至，观众应接不暇。时下央视更汇集一线演员，推出70、80集巨制《大秦赋》，高调赞颂秦始皇，将《史记》等史书、《过秦论》等策论、阿房宫等文赋、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所定格的那位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抬举到政治高峰，道德圣殿，天下苦秦9亿，一变而为天下叛秦若久旱万云泥啊！这更是史界文界的空前创举，也就是这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啊！你想怎么说怎么，明明是天下苦秦9亿，但是在现在的这些导演对吧，这些编剧对吧，这些主管这个合力之下，秦始皇就变成了一个对吧，人人拥戴的、期盼已久对吧，这么一个明君啊，代表了社会这个先进生产力。吾辈以见怪不怪，如此种种毋庸多议。现在仅就该剧历史观的一个症结处视作考析，因为如上奇葩之说，皆根源于此史观。也就是冯教授啊，他要指出这个大秦赋啊，还有这个英雄啊，诸如此类的啊，雍正王朝他们错误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底层逻辑，他的历史观的错误。这个冯教授说啊，他说大秦赋的史论依据归结起来是秦王终身力行东出，扫六合，并天下，是为着解万民于道玄，依天下。既然是天字第一号的正义之举，成功实行者，秦始皇当然便是天字第一号的大英雄。实际上一说到这个秦始皇统一6国啊，咱们耳熟能详的，就马上就能朗朗上口的叫什么车同文，书同文，车同轨，是吧？统一度量衡。当然了，这些啊，得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它的负面。这个冯教授说啊，他说为辨析上说啊，我们首先看看秦王扫六合是否意在解万民于道玄。遍览史籍，兼涉考古发掘材料，可以发现秦王虽讲过前守安宁，不用兵革，也就是老百姓啊安宁啊，不用这个战争，不要打仗，就这意思啊。这个秦王也讲过这样的话啊，和平发展，一类漂亮话，但他扫六合益天下，非为其他，全然为了做天下共主，说超越周天子那样分权的宗法封建共主，而是掌握全部军政财文大权的专制集权共主。诚如唐人柳宗元明清之际王夫之所言，秦皇所为全然出自一己私欲，为达此目的，可以利用一切，也可以破坏一切。秦王称帝前后的实践，是一部奴役七国臣民的血腥历史。几代秦王皆奉行商鞅贱民弱民穷民辱民政策。中国文化本来长于治民，乏于民治，而秦治之下，民众更绝无问政权，有的只是服从军令，庶民任君宰割，而滥杀黎民是秦政的家常便饭。秦将白起一次坑杀40万赵国降卒，此种屠夫之残暴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似无第二例。嬴政挥师攻陷赵都邯郸、魏都大梁，皆行屠城，宫廷民居洗劫一空，文物全数移往咸阳。列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绝非虚夸。那这个对待敌人就像秋风扫落叶，似乎还能理解是吧？那对待自己的老百姓呢，就是对待秦国人呢，那秦王是什么态度啊？说秦王对自国秦人也极端残忍，除横征暴敛、敲鼓吸髓外，还征调数十万前手，就是老百姓啊，常年修建阿房宫。后来项羽焚烧此宫，大火延烧数十日，足见其广大。又几十年如一日修建骊山陵墓，就是秦始皇的墓啊，在哪儿是知道的，但是现在都还没有去这个挖掘。说有人估计啊，秦始皇的陵墓估计是世界规模最大、藏品最丰富的地陵。那个现在咱们
们所熟知的这个秦兵马俑啊，对吧？这个几号坑几号坑现在开放的，对吧？这个还是秦始皇帝陵的这个叫陪葬品啊，对不对？是相当于附件啊，附属工程，就是附属工程，这规模都这么宏大，你想想秦始皇的这个皇陵小不了啊。这个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啊，秦始皇的皇陵完工后，为保守陵墓机密，数以万计的民夫格杀无论，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就是对待自己的老百姓谈不上任何仁义啊。观诸全部史籍，不见秦王东出解民于道玄的任何实例，而所见只有尸骨片也，尘世尽毁。但长句大秦赋一而再再而三，让嬴政声情并茂地宣称东出益天下，为的是拯救万民于水火，还出现楚人投奔秦国的热烈场景，这种编造实在是匪夷所思。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始皇秦二世对自己的文臣武将乃至王族亲贵也极度苛酷残忍。吕不韦、韩非、李斯、蒙恬等有大功者，如秦政者，皆死于非命。如果算上前面的那个商鞅，那就对吧？那死得更惨，车裂啊！商鞅是车裂啊，五马分尸。秦代开启诛巢、屠戮开国功臣之恶劣，也就是这个建国之后杀功臣呐，这是从秦始皇开始。这正表明中国专制君主政治是一部绞肉机，而大秦赋对此或轻描淡写，或给绞肉机的操盘手嬴政虚构脉脉温情，如对吕不韦之死痛心疾首，或百般美化谋臣间的相互残杀，如把李斯陷害韩非写成韩非哀亡于李斯怀抱。统一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秦廷君臣，包括秦始皇本人，几乎无一人得到好死，这正是秦政残暴无情属性的必然表现。实际上秦始皇本人啊，对吧，也没有得到好死，他是这个在视察的路上，对吧，死了。然后这个当时当时这个赵高啊，带着他二儿子胡亥吧，密不发丧，因为当时的太子或者叫这个公子扶苏啊，对吧，正在跟蒙恬是吧，正在守边关啊，正是这个面对这个匈奴人，为了跟这个扶苏啊抢这个皇位，所以这个赵高胡亥密不发丧，然后把这个秦始皇的遗体啊要运往咸阳，但是天热啊都臭了，为了掩盖这个臭味啊，避免别人怀疑，所以说他们据说啊，说是还买了一车鱼，对吧？说这鱼臭了。实际上从这个秦国开始啊，咱们就进入了一个叫什么外儒内这么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社会，对外宣传，对吧？我们的口号都是儒家，都是仁政、孔孟学说嘛，但实际上是秦制啊，秦制就是法，应该这么理解，是法家。这个也是始于这个商鞅变法。这个冯教授说了啊，这个法家说白了就是贱民、弱民、穷民、愚民。那个法它不是现在法治的法啊，跟现在咱们提倡的法治社会，对吧？以法治国那是俩概念。商鞅，对吧？他就把老百姓啊变成一个工具，就是商鞅变法，就是把老百姓变工具化。平时就是拿起锄头变成耕民，一到打仗的时候呢，就放下锄头，拿起武器变成战士，所以叫耕战。关于商鞅变法啊，大家可以看个视频。这是一块田，将它分成3×3的9块，你就得到了井田。聪明的你将中间最大最肥沃的一块划归自己，你称之为公田；外面贫瘠的8块则被你分给了你封地内的农民，你称之为私田。农民需要优先耕种公田，然后再耕种私田，其中公田的收益全都归你，农民只能拿走私田的收获，而这就是井田制。但是时间久了，农民们发现累死累活都是给你打工，自己只能勉强混个温饱，于是干脆摆烂，不饿死就行。这严重影响了你的收入和你封地里的人口，打仗时你就打不过。为了加强自己封地的实力，你废弃了井田制，从而开阡陌。阡在古代代表南北走向的线，陌代表东西走向的线，开阡陌也就是取消公田跟私田的分界线，土地不仅归农民所有，还可以自由买卖，种出来的粮食只需要上交给你1成。这样的改变让农民们的积极性暴增，把所有能开垦的土地都开了，粮食多了，就能养育更多的孩子，人口也就迎来了飞速增长。这就是战国末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它的核心就在于耕战立国，要么你去种地，要么你去打仗，没有其他选择。这极大鼓励了底层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最终让秦国一统6国。
这个秦国啊，通过商鞅变法，这个国力大增啊，因为它是集秦国所有的力量，对吧，来办大事。他这个大事就是一扫天下。但是秦为什么2世而亡，对吧？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的啊这个帝国啊，他只搞了15年，后面的啊这些什么汉，对吧？唐、宋，他们都搞了200年、300年，明清那都是汲取了这个秦朝的这个经验教训。我来谈一谈我对这个秦朝啊这个经验教训啊，这个不一定正确啊，咱们从简单的角度去理解，就是秦朝的实行的是叫什么郡县制。那秦朝之前是吧，6国的时候，春秋战国啊，这个周天子对吧，周天子其他的诸侯国啊，有点类似于对吧，这个欧洲的这个叫什么城邦制对吧，有一个共主，有一个天子，但那个天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权，各地都有诸侯，那个诸侯呢对当地的老百姓负责，对吧？当地老百姓跟诸侯是叫利益共同体吧。这个郡县制有个优点什么呢？对吧？它就是刚才说的，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度量衡，对吧？这是什么车通轨，书通文，这个表面上看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它一个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郡县制，它这个官呢都是对吧秦始皇派的，朝廷派的，官跟民之间没关系，他们之间是互相管理的关系，没有利益共同体，对吧？而且秦始皇派的官有可能是流官，对吧？他在这儿待个几年，在那儿待几年，他只要完成秦始皇给的 KPI 就完了，他不用管这老百姓的死活，对吧？你这地方长久发展，你这地方什么老百姓过得怎么样，这个跟他没关系，对吧？他只要对秦始皇负责，那秦始皇喜欢他就认可他，他就升官，就这么个逻辑。而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对吧？周天子喜欢没有用，对吧？因为你跟那个当地的老百姓有关系，你的封地在那儿，对吧？你的实力在哪儿，你的这个财政收入都跟那个有关系。不担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你要想把日子过得好，那你就得好好经营你那个地方，哎，而且你还得考虑长远，可持续发展，对吧？你不能说割韭菜把根儿都割完了。所以他有的时候经常会对吧，叫与民生息，对吧？给老百姓减负，修身养息啊，这就是春秋战国的时候。但是这个郡县制就不一样了，对吧？这地方的老百姓也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财产，他好坏跟我没有必然关系，对吧？我只对秦始皇负责。我的权利是来自于秦始皇任命嘛？那春秋战国的时候，那地方是我的封地啊，就是我们说俗一点，老百姓都是我的财产。所以说啊，当秦始皇派出去的这些郡县的这些对吧官员，任命的这些官员，他就横征暴敛，不顾老百姓死活。等到灭了6国以后啊，没有什么封地可封了，对吧？他打仗本来是这个以前啊，这个秦国啊，他还是农奴制啊，然后他给这些农奴对吧，你去打仗，你杀了10个敌人，对吧？割了10个耳朵，你回来就能赏你几亩地，你就变成自耕农，对吧？你要割了20个耳朵下来，那再赏你个什么？他有个晋升级别，对吧？从农奴最后成为，甚至啊，你要战功够大的话，你还可以成为这个贵族。总之赏给你地嘛。但是等到6国一灭的时候，对吧？没有新的领土，你也谈不上拿地赏给人家。一赶上天灾，对吧？干旱或者是洪涝，庄稼粮食一绝收或者欠收，马上就饥荒。所以那个什么陈胜吴广是吧？大泽乡起义啊，大泽乡起义就是横征暴敛，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规定啊，从这个地方到你去服劳役的地方，说好1个月就是1个月，没有任何什么人性化可松动的地方。而陈胜吴广这帮人从这个大泽乡是吧，去北边是服劳役的地方，他就被下雨啊，被那个天气给耽误了。他们一看，反正去了也是送死，还不如反了。本来这些事情是靠当地的贵族是吧，当地的这个封建领主啊，他们自己解决。但是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以后啊，这些贵族已经被镇压了，都变成你中央政府跟这些流寇之间的矛盾。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咱们只是起个开头啊，抛砖引玉，但是这东西不能细聊啊。也就是说，大一统有大一统的好处，对吧？这种联邦制，对吧？也有联邦制的好处。也就是说，这个或者进一步说吧，集权似乎有集权的优点，但是地方没有了积极性，地方没有主动权，对吧？地方它只会应付，地方的长官他不会真正的为这个地方负责，可持续发展、长久发展，对吧？他只会为上，因为谁任命他的，他对谁负责，他只管见效快，对吧？他只管现在的政绩，至于以后还得起还不起，以后这个经济能不能可持续，这跟他没关系，会不会爆雷？你看美国啊，美国就类似于这个战国时期嘛，对吧？他各个州有各个州的法律，各个州有各个州的这个管理，对吧？你特朗普管不着。但是我们的历史上啊，为什么形成不了像这个联邦制呢，或者叫城邦制？这个也挺有意思啊，尤其是这个秦始皇一统6国以后啊，就没有办法再形成这样的一个就再也回不到战国时期了，所以就形成一个什么历史周期率，周而复始。也就是啊，你中央集权稍微弱一点，那么地方就是军阀割据。
开始乱战。这一幕啊，在咱们历史上就反复出现。这个东汉末年，对吧？黄巾起义，为了镇压黄巾起义，皇帝就只能授权啊，给各个地方州牧啊，他都有权利，给他一定的兵权呢、军事权利。这个本来州牧啊，对吧？他有财政权，有人事任命权。任免权呢，现在有了军权，哎，马上就军阀割据。袁绍嘛，对吧？这个曹操连刘备，对吧，都要拉一支队伍搞个地盘，然后就是混战。唐朝安史之乱，宋朝稍微好一点，宋朝是叫兵不是将，将不是兵，对吧？宋朝你可以看这个《水浒》啊，你就知道那高太尉、国防部长，真正的军人没有地位，所以他那个军阀就稍微差一点，哎，然后呢，那剿灭一个流寇，对吧？一个梁山，他都总是被打败啊，外战外行，内战也是外行。明朝是，对吧？朱棣靖难之役，后面还有八王之乱，这都是就是类似于军阀割据啊。也就是说啊，这个从秦始皇以后啊，中央权力一弱，那地方就必乱；然后中央权力一加强、一集权，那地方也是死，没有生气，所以就周而复始，对吧？在不停的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博弈啊，权力啊，对吧？清朝还有东南互保啊，岳不奉诏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